生活喺廣州嘅頂尖富豪，買樓置業多年嚟都會追逐珠水宜居。而家有個升級嘅更佳選擇喎，內港灣式嘅生活。佢嘅代表作就係佢啦，保利珠江天悅。作為廣州市區首個內港灣項目，2012年首座保利天悅喺琶洲誕生，多年嚟都係代表性嘅江景樓盤之一。歷時12年，保利再造一座天悅，更升級擁有一線江景且擁有內港灣生活嘅濱水綜合體。自舊年9月首次開盤，即刻多次成為廣州市區江景豪宅銷冠，足以證明保利珠江天悅嘅產品力同號召力都得到廣州頂尖富豪嘅青睞。除咗擁有出邊令人羨慕嘅700米漢江面，你睇整個園林亦都貼合保利頂級嘅天字係用心打造。我哋所有嘅靈感都係同5星級嘅安縵酒店同款。哇！呢種歸家儀式感真係滿滿。配合港灣生活理念，引水入園，打造溪澗、鏡池、疊布3重意境，盡力還原自然詩意。由社區入口嘅江岸華庭到核心水庭嘅映月溪谷，處處都想讓保利珠江天悅嘅業主們體驗到海濱都會生活方式。秉承天字係高端組團嘅細節追求，連停車場嘅歸家動線都考慮周到。項目採用抬高式甲板設計，配合挑高嘅大堂，住宅整體抬高14米，令每位業主都與港灣融合，享受三江匯流。Well， 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睇到我哋今次珠江天悅嘅實體景觀。呢度亦都係實體板房，10樓已經有咁震撼嘅江景視野。我緊期待佢過年嘅放煙花嘅景緻。等等，哇！呢間屋嘅尺度就可能無需要用數字咁冰冷去解釋，就睇我而家體驗就知道啦。而且呢個係完全冇改動嘅情況下，呢個大廳真係震撼級，呢啲先至叫做大平層。而且佢仲做到獨門獨戶、專梯專戶嘅享受。呢邊亦都有個深戶陽台做翻個南北對流，呢種嘅舒適感，兩邊望江，可能真係得呢度先有。全屋更採用標準5房3套房設計，其中一間套房更配有呢種圓弧環幕景觀大飄窗，與主人房同配。長輩套房更特意安排喺客廳嘅另一側，等佢哋有更好嘅休息時光。而壓軸嘅主人套房更係睇到嘩嘩聲，接近普通樓盤小3房嘅車闊空間，配合真正270度冚江景觀，真係隨便擺個 pose 都似做緊 show。295方實體板房，端午期間正式開放，詳情歡迎諮詢，更記得關注我帳號，買樓有質素。